全地着敬畏耶和华，囡仔徛起伫世上的，拢着敬伊，因为伊讲出就有，伊命令就徛在。耶和华的计约永远徛在，伊的心所想的到万世代。因耶和华做伊的上帝，迄国有福气。伊竞选做伊的产业的迄个百姓有福气，因为伊是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做伙来吟圣诗第31首，天父疼咱世间众人，请起立吟全首。用新的改变，做咱信仰告白。恁要真心
尽心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声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个界是律法甲先知的中镜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也三听。众人对要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请咱做伙来刻印文第22篇。来啊，咱来唱歌阿乐上主。咱得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呀，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的主上帝，阮这个受恩的儿女，为了伊伫圣殿你的宝座前献上感恩甲感谢，对主基督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救赎，洗清咱的罪，互咱真侪上帝国主名的恩典来感谢。感谢主有应允，今仔踮伫基督里，就无搁徛伫黑暗。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做新的。因为天离地遐尼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大。当离开世有偌远，伊予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尼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耶和华怜悯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佮要将活命的水泉白白赏赐，予枵喙焦翕无义的人，予咱内面有安心正直的灵，真侪新创造的人来荣光主。愿尊贵、权能、荣光归伫你的圣名，代代无尽。阿免。圣歌队要用拢是为主基督来赞美。
强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腓立比书3章第4节到14节。第4节，虽是安尼，我也有通瓦靠肉体。若别人掠做有通瓦靠肉体，我就搁较有。我第8日受割礼，是以色列人族的人，便雅悯的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照律法，就是法利赛人；照热心，就是昆读教会；照伫律法的义，就是无芳通嫌。若是平素做我的利益的，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毋若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本色，是爱得到基督来长长踮伫伊，毋是有家己的义，出自律法的，就是有对信基督的义。上帝为着信所修事的，互我捌伊，甲伊搁我的权能，以及有份伊的受苦，来学伊的死。看话伫通到伫迄个对世人中的过活，毋是讲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完全独到走进前，看话通得到基督耶稣的，所以得到我的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独到全部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伫伊头前的事，按所裁标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了咱的想，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的人，讲到咱的牧师今仔日要互咱的信息，按着耶稣的走。请咱同齐来祈祷。主管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听。当阮自责踮伫你的圣殿，愿主你的神运行踮伫阮中间，帮助阮认捌你，帮助阮踮伫生命中间来体会你，甲阮同行。同齐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兄弟来平安。顶礼拜下晡拄好准备要出门，边仔就咱有一个社青咧走。就对迄边走过来，伊讲伊对伊的厝走来到教会要踅一连，才转去伊的厝。看到我踮伫遐，所以就我入来教会，甲我讲2句。伫咧讲话的过程中间，伊抑阁一直咧走。咱知影为虾米无？因为讲我即摆若是停落来，我等下就走袂转去啊。因为我脚若是搁停，我只要停伫遮，我等下就无法度搁继续走啊，所以伊都继续走。后来我问伊讲，安尼你迄天总共走偌久啊？伊讲走过来搁走转去，大概爱1点钟吧。咱有当时咧走的过程就是安尼，敢若不断咧向前跑走，但是边仔有袂歹的景色，也是拄着人的时阵，想要停落来，甲因讲话。总是伫这个停落来的过程中间，咱就会感觉。搁要走吼，恐惊有淡薄仔困难。无论是紧也是慢，只要脚莫停落来，总算是有会到的一天啊。但是只要咱停落来，恐惊咱真容易就互边仔的代志所停打，无法度搁继续走落去。其实信仰的道路也是共款，咱伫信仰这条路顶面，
咱一直拢咧走，咱不断向前咧跑走，会拄着侪事，嘛会拄着侪引诱。有足侪人，有足侪事件，想要互咱的脚停落来。我毋知影，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捌经过类似的经验无？会有足侪人，会有足侪事件，要互咱的脚停点伫遮。总是即个一停落来，要搁重新转来到伫正确的方向检测，迄就是一个真大的困难。伫保罗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其实伊也不断咧讲，我是一个不断咧跑走的人。伫跑走的过程中间，伊会拄着有成就的时，也会拄着有困难的时。写腓立比书的时，检测咱大家人有印象，伊互人关伫加角量内底。所以伊离开教会，无法度接近教会兄弟姊妹，伊渐渐听到教会所拄着的事。伫大家人做伙咧跑走的时，保罗无伫教会身躯边，开始有人入来伫教会中间咧传讲一寡无共款的信息。这个信息到底咧讲啥物咧？大概咧讲的是，人会通倚靠家己的气力，人会当倚靠家己的成就，会当靠着人所认为的条件，得到上帝的救恩。这甲保罗所相信的完全无共款，因为保罗所接受的是，人既若通过耶稣基督，咱会当自由得到救恩。总是伫遮个入来伫腓立比教会的遮个其他的教师，因不断咧讲的是，人会当靠着血统，成做犹太人，也是靠着什么款的成就，恁爱安尼做，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救恩。这个代志听起来有道理无？其实对教会的人听起来感觉有道理。竟然上帝拣选犹太人，咱敢毋是应该嘛爱照安尼吗？既然遮个人讲爱做啥物代志，爱热心服侍，热心咧追求，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救恩，敢毋是听起来拢就有道理吗？所以教会开始受到困扰，那亲像咧迄个走的过程中间，听到一个袂歹的消息，直到因开始想要停落来。当保罗知影这件事，伊心内底非常着急，因为伊知跑走信仰道路的过程，只要停落来，检测就无法度搁继续啊。伊开始要教会讲家己的故事，伊要讲家己所经验的一切。伊不断咧讲，我生来就是一个犹太人，第8日我就受着割礼。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伊不断咧强调啥物？我是足纯正的哦，我是一个血统足纯正的人。若是遮个人认为靠遐就会使，安尼我敢毋是比因搁较有资格吗？毋若安尼，伊阁是受过真完整训练的法利赛人，伊足认真。踮伫信仰的追求，伊也足认真踮伫信仰的实践。伊安怎认真？伊上认真信仰的实践是啥物？压迫基督徒，敢毋是？伊受过完整的法利赛人训练，也足热心的想要实践伊所相信的信仰，所以就是咧压迫基督徒。但是照这个事来看，论成就，可能无其他的犹太人会比的。踮伫犹太人中间，保罗就是一个受到完整的训练，伊阁足热心的，踮伫服侍顶面拢足完全的。看起来，若是排名要放伫头前吼，伊应该排有对的。但是，就算讲伊拥有这的成就，伊安怎讲？自伊认捌耶稣了后，伊讲这个物件是啥物？这个物件是粪扫，足歹去想象的。伫所有的人所认为这是足好的成就，有足大的名声，有足好的成就，总是对保罗来讲，自伊认捌耶稣了，这一切拢若亲像粪扫共款。
我过去认为是好的，现在我将伊当作是粪扫，这对我来讲完全一点仔意义拢无。遐个犹太人也好，遐个血统也好，遐个训练也好，遐个服侍的成就也好，拢正做我认捌耶稣的脱界。既然咱接受耶稣是自由来进入伊的救恩，若是安尼，这个人所讲的，这个人所讲的，敢若正做菲律比教会的阻碍那尔。人的成就无法度做啥物，人的成就无法度换到上帝的救恩。但是，这敢遐尼简单吗？正做一个信徒，其实咱就要紧讲。我到底应该爱做啥物啊？我就烦恼的，我到底应该爱做啥物，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救恩啊？最近咱的教会在改选中职，未来咱会有侪新人的中职当中出现，大家人嘛就要紧的。安尼我到底应该爱接受啥物款的训练啊？到底正做一个中职，咱应该爱正做啥物款的训练？毋若是中职咧问这个问题，正做传道师、正做牧师嘛共款。逐个人拢一直咧问，安尼我应该爱接受啥物款的训练？我应该爱做啥物？我才会当荣耀上帝？我才会当完成上帝所交予我的使命咧？过去即礼拜，阮神学院的同学招侪阮的同学来办一个同学会。11年毕业了后，其实阮从来毋捌有安尼的组织。有一个同学就讲，咱应该爱三组织来分享无共款的经验。伫阮即班内底，有的人伫都市咧服侍，有的人伫庄脚咧服侍，有的人踮伫机构内面咧服侍，嘛有无共款的经验。后来有人出国读册，现在正做神学院的老师，嘛有人捌经验去到伫外国咧牧会，嘛有人经过中会干部的训练，看起来有真丰富的成就。主办的牧师就甲阮讲吼，安尼咱请4个人来讲恁的经验。这4个人分别分享的题目是：头一个有一个同学去开拓教会，所以伊就讲伊家己开拓教会的故事。有人正做团队，亲像林伟牧师。伊做团队11年，所以就请伊分享伊正做一个团队牧师的经验。有人去到伫美国牧会阁转来，所以就请伊讲伊去美国嘅教会服侍的经验。有人做社区真有经验，所以嘛请一个同学来分享社区宣教的故事。因为是同学，所以逐个人咧分享的过程，其实讲一段就会使啊。后壁逐个人开始咧问问题。因为同学吼三绕开拢袂要紧，就一直问，愈问愈直接。讲到上尾有一个上大的结论是啥物？咱知无？讲到上尾一个结论就是，无代志，莫去开拓教会；无代志，莫去做团队；无代志，莫凊彩走去美国牧会；无代志，嘛莫投入社区事工。所以逐个人伫遐讲耍笑说，安尼讲的，安尼毋是拢莫做啊？其实讲莫做是咧讲耍笑那尔。伫每一个人特殊的经验甲看起来是成就了后，背后一直想要讲的是，咱莫掠准讲咱现在看到边仔的人，伊做啥物真好的成就，是即个社会所看，有足好的名声，有足好的服侍。咱就感觉新鲜，咱就感觉想要去学，想要去学遮个物件，因为除了上帝，人无法度做啥物。伫每一个困难也是艰苦的经验，其实这四个当中拢一直咧分享，就是迄个艰苦甲困难的经验。总是因到伫最后，逐个人拢讲，其实伫阮所服侍的生命中间，不断咧经验的是，一直互上帝修理，一直互上帝调整。想要做啥物，到上尾啊，拢是空，因为人无法度靠家己做啥物。
伫即个无法度做啥物的过程，最后应该爱问的问题是：咱到底是啥物人？咱到底是怎样有即个资格通正做服侍上帝的人？伫即个社会，咱拢一直听到足侪声音，咱爱追求好的生涯，有好的职业，有好会当互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咱一直投入侪资源、侪气力，想要去掠掉足侪物件。这个物件就是咱内心上界重要的价值。总是这个价值，敢是正确的吗？咱用一世人的时间，不断想要向顶悬爬，掠准讲这的成就，就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无想到讲，遐个物件颠倒成做咱上大的阻碍。互咱无法度真实认捌上帝，这是腓立比教会所拄着的引诱。遐个人入来教会讲：恁只要做到遮个物件，恁只要完成啥物，恁照犹太人的血统，照犹太人的规则，照安尼去行，恁就会当荣耀上帝，恁就会当得到上帝的救恩。总是在伫保罗伊讲遮个物件。拢是空，拢是无路用的。但是人生确实会选一条看起来简单的路，有条件互咱，只要做这个物件，都会当完成。比你有自由，爱家己去敲吹上帝，倒一个较简单。当然头一个较简单嘛，互我知影讲这个标准是啥物，我的条件是啥物。只要完成这个，我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安尼较简单啊！伫咱的人生中，简单真惯是会安尼去行。总是伫这个过程，只要有一个人伫教会内面，伫整个的信仰团体内底，认为讲人会当靠家己的气力去得到这，这的声音就开始会影响身躯边的人，整个的教会就会受到影响。整个的教会嘛会因为安尼陷落踮伫危机内面。腓立比人掠准，因只要正做犹太人，就会当得到救恩啊！顶礼拜咱读以色列人踮伫旷野，敢毋是安尼？因掠准讲，我只要继续正做努力，我就会当得到性命。互我自由，我颠倒感觉我毋知要安怎做。咱其实已经有自由，咱已经摕到上帝恩典，但是咱也定定会选择想要正做的努力。咱会选择要正做受到罪恶所捆绑的努力。无怪讲保罗因足激动的。保罗听到这项事，伊心内底真激动，伊也不断咧讲，这一切的成就，拢正做是粪扫共款。这个物件需要完全的放下。到底为什么伊安尼做呢？到底为什么伊受到人的肯定，受到人所尊重，行到伫人生的一个坎站，伊会选择讲我要放弃，我已经摕伫手内底的荣耀，选择伊所要行的是无互人理解，无互人肯定，甚至受到人攻击。到现在，伊互人关伫监狱内底的道路咧，一定是伊找到啥物赢过这一切。这个答案是啥？伊找到啥物赢过这一切咧？迄就是耶稣。伫伊生命中间，伊找到耶稣赢过这一切的价值，赢过一切的成就。亚伯基督徒是伊过去的生命，总是当耶稣甲伊面对面所拄着的时，伊开始学习去听无共款的声音，伊开始学习去听每一个人生命内底的艰苦是啥物，伊开始咧学习去听遮个受着伊所压迫的人，因所拄着的绝望是啥物，伊也开始学习去陪伴遮个人，要做伙来问上帝，到底阮的愿望伫倒落？伊也开始相信，伫黑暗的
的尽头一定有光。所以，伊学习甲耶稣同受苦，学习伊的死，检测伊相信讲，伊会当因为安尼得到国外的性命。这是伊性命真大的长远。一路上，伊一直想要追求自我的成就，但是现在，伊相信耶稣基督是伊性命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伊性命唯一的引带，伊会去到无愿意去的所在，伊也会去回应无愿意接受的使命。总是看起来安尼，伊也搁一摆甲菲律宾教会讲，卖了尊公，我已经得到。其实伫这条道路顶面，我也未得到。我是咧继续跑走那尔，我还阁得要继续跑走，爱将过去的一切拢放袂去，努力面前的，为着要换着迄个插伫头前的标来跑走，要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对顶面所吊挂所得到的奖赏。教会受到引诱，受到试探，但是恁千万毋通歪错。咱唯一的愿望就在伫耶稣基督遐。伊敢真正放袂去过去吗？咱讲，咱逐摆读这个经句，拢背甲足熟的，将过去的一切拢放袂去，不断向插伫头前的标来跑走。保罗敢真正有放袂去吗？对第4章，对第4节读到14节，咱感觉伊有放袂去无？无，伊无放袂记嘛。伊比任何人记甲搁较清楚，但是伊即个记足清楚，是知影讲过去我所行的路是啥物，现在我需要做出改变，我需要不断向正确的路，就是耶稣基督遐来跑走。伊袂好好过去的成就所捆绑，伊嘛袂放袂去遮的记忆。但是遮的物件所咧表明的是，保罗一直是一个想要追求，我到底要相信啥物的人？我所相信的是啥物？我所追求的是啥物？保罗一直咧追求这项事，直到耶稣甲伊三对面，当耶稣甲伊三见面的迄点，伊知这是伊生命唯一的愿望。这也是教会上界重要的根基。也是咱得到国外唯一的困难。咱的教会徛起踮伫遮，昨暗历史小组有甲我报告，咱伫顶悬有足侪过去历史的资料。咱已经累积真长的历史，所以定定伫咱讲话的过程，咱拢会真自然甲我讲，咱这是一间啥物？有历史的老教会，大家拢会安尼甲我讲啊，咱是有历史的老教会，但是这个老咧讲啥物咧？这个老是代表咱有真丰富的信用经验，咱有真丰富的知识，咱有真丰富的生活模式，更加是每一段伫这过去，特别120年来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是经验的人，或者是冲突中间的当事者。这个老代表的是，咱伫这条路顶面，咱经验有喜乐，有感动，当然也捌经过有冲突，有受伤，有真侪放袂落的过去，有足侪毋捌互人听到的声音。当耶稣要向咱来接近，当咱要甲耶稣面对面的时，伊咧问的问题是：咱是啥物人？这一切的成就，一切的物件，拢藏伫后面。耶稣咧问咱：你是啥物人？你到底是啥物人？啥物才是你生命中间上界重要的使命？自过去行到现在，
咱踮伫教会中间得着成长，也经验济济，总是咱共款来问的：什么才会是咱生命中间上界重要的使命？搁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咱今仔日会坐伫遮？为什么咱听东门教会？恐惊咱必须要问这个问题。咱经验济济事，有喜乐的事，有感动的事，有冲突的事，有受伤的事，但是咱犹原还阁踮伫遮。为什么咱听东门教会？为什么咱会继续踮伫遮服侍？为什么咱会继续踮伫遮向人宣讲耶稣基督是咱唯一的拯救？这个答案踮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咱也不断咧跑走的过程，会一直去问这个问题。超过300-400个人所组织的教会，实际上是搁较济，因为有足侪人踮伫厝内底，甚至现在是用网络咧看。有足侪人拢踮伫咱的教会内面咧聚会，对老到少年到囡仔，咱拢是受到耶稣所呼召。做伙要来跑走这条信用道路的东坡，我较意爱用“东坡”这个字吼，因为咱是东坡，咱是做伙咧行的人，咱毋是有啥物地位差别的人，咱是东坡，是这个做伙咧跑走的过程，手牵手，拄着困难会当三扶持。拄着欢喜，会当三分享的一群人，咱踮伫遮不断向前咧跑走。上帝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拢有因真特别的安排。保罗受调的经验嘛，袂是唯一的。保罗受调的经验袂是唯一的。咱每一个人所经验过的信仰体验自然也毋是，但是重要的是，因为耶稣。咱一直到现在，拢带着追求的热情，带着上帝所赐予咱的恩赐，伫无共款生命的阶段，继续向前来跑走，插伫头前的标来跑走。所以，咱对囡仔开始，咱就一直咧跑走；咱伫少年的时，咱也充满热情咧跑走；到渐渐成熟，咱也改换咱的角色，继续咧跑走；到伫年老，有时。咱到伫年老，感觉看起来，我已经无比古早有气力，总是咱犹原嘛带着热情甲愿望向前咧跑走，咱一直咧跑走。所以过去咱所拥有的一切，袂是阻碍；过去所拥有的一切，毋但袂是阻碍，更加是咱会当向前跑走的助力。放袂记，毋是全然将一切拢放杀。伊一直咧提醒咱，当咱有成就的时刻，毋是骄傲看着咱家己，咱所得到的成就，是互咱学习谦卑去看见讲，上帝的旨意何等奇妙，这是咱一生上大的祝福。所以，当咱拄着受伤，当咱拄着心灵困苦的时，咱永远会有新的学习，毋是别人命令讲，你一定要放下。每一个受伤，每一个感觉心内底真艰苦的人，毋是受到人命令讲，你一定要放下这个物件，是耶稣知影你会受伤，是耶稣知影你的灵魂需要伊的医治，是耶稣知。你每一个委屈，你每一个艰苦，所以当搁一摆，咱踮伫祈祷，咱踮伫敬拜的时，伊拢甲咱相见面，伊听咱的声音，听咱心内底每一个艰苦，也邀请咱继续向前来跑走吧。每一个生命的转换，每一个想法的转变。每一个行动的决定，拢是稳定，因为伫遐检查，咱就会当经验什么是国活。生命毋是
停止踮伫遐，咱会一直咧转变。一个念头，一个想法，一个微细的行动，一点一滴，一直咧累积。咱的教会就是安尼，一点一滴咧累积，成做一个会当照光人的所在。每一个人来到伫教会中间，会看到伊的生命如何经验耶稣的医治。咱不断咧讲的是耶稣的故事。教会重要的是啥物呢？啥物是教会上界重要的事呢？我相信教会上界重要的是，咱需要建立踮伫上帝的话，也照着上帝的话不断面对咱的生命是一点一滴受着耶稣咧调整。伫调整的过程，咱会看到喜乐，咱也会看到每一个受伤受到医治。过去的事已经成做自善，这个自善毋是包袱啊，自善是互咱向前的开力。但是要成做自善，咱确实爱知耶稣甲咱同行。咱是这条跑走天路的同伴，咱会当手牵手，继续行往未来。那亲像踮伫诗篇19篇第7节到第10节，伊安怎讲呢？诗篇19篇第7节到第10节，伊讲：耶和华的律法照全，为互人的心神活起来。当咱读到上帝的话，咱的心神会活起来。耶和华的干净确实，为互戆人有智慧。耶和华的教示正直，为互人的心欢喜；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为互人的目睭光明。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耶和华的判断真实，一概是公义，比金比济济好金较通幸福，比芳芳滴落来的蜜较甜。这是上帝的话，一直咧引带咱向头前行。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咱每一个生命的受伤，踮伫伊遐会受到医好。咱每一个热情会重新搁点倒起来，一步一步要行往保罗所讲，减菜我会当得到国外的快乐。咱也是安尼，减菜咱伫跑走的过程，咱也会经验国外的快乐伫咱的心。请咱同齐来祈祷。主管的上帝，阮感谢你的疼，因为你拯救阮，成做阮生命中间的救主。无看阮伫世俗的成就，无看阮的才调，是因为你就敢若疼阮是你的囝儿。伫这条信仰跑走的道路顶面，阮有经验喜乐，阮也有经验感动，总是阮也经验冲突，检菜也有受伤。主，你拢知这的声音，那亲像你竞选保罗，你也同款竞选阮每一个人，问阮讲，阮到底是啥物人？啥物才是阮生命中间上界重要的使命？以及为虾米阮会继续踮伫遮？为虾米阮继续听东门教会？关注你踮伫阮心内底的热情，互阮勇敢向前来跑走，互阮也真实成做同伴，手牵手，甲阮身躯边的人要做伙，插伫头前的标来跑走，因为阮相信踮伫遐有国我，踮伫遐有你的拯救。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咱做伙来念回应诗圣诗560首，诗恩上帝，荣光上帝。
奉献，要用甘心乐意来回应上帝的听。
报告，请看第9页。小会公告，本会定伫10月11日、10月18日召开2020年第3次临时会员会，要选举2021年到2024年执事16名。迄日礼拜第1堂、第2堂合并伫上午9点开始，请提早到教会领取恁的名牌，佮家夹起来入座位。对临时好会礼拜迄日无有网络直播，会员名单已经公告伫礼拜堂后面的公报栏。若有出入，请向小会员提出更正。好会迄日要当出席的会员，请提早甲恁的区长请假。第2，执事候选人名单如下：排名顺序，现任的伫头前，搁照细的笔画顺序，请咱家己过目。第3，10月11日、10月18日，选务人员名单甲注意事项如下，请相关人员过目。第10页，教会消息，原定伫今仔日主日圣餐甲小会暂停一届。第2，本教会定伫12月初6第1堂礼拜中举行洗礼、坚信礼，要接受圣灵洗礼、坚信礼，请伫今仔日到11月初4办公室报名。11月初8甲11月15日参加基要真理课程。11月22日参加问道会，要报名幼儿洗礼的，请往办公室报名。报名到11月22日截止。第3，社会服务部要伫11月初7举办科技人文在地行搭的旅游。预定名额40人，对今仔日开始报名到11月初1或者届满为止。报名费500块，请往教会办公室用先干事报名。具体交通：第1，苏总部弟兄甲吕玉环小姐定伫10月初10拜六上午10点，伫大礼拜堂举行结婚礼拜，关注祝福新家庭。补充第2点，本会何武昌兄弟已经伫9月30日举行告别礼拜，依作感谢教会牧长重集会友的关怀，愿主安慰遗族。团结消息，上好团结预定伫10月15日聚会后上午11点，伫社区发展中心嘉比屋召开2020年度尾摆的委员会，敬请老牧师参与指导，团结顾问甲新旧任的委员，请恁拨忙出席。第2，圣歌队伫9月26日召开年会，选出2021年度队长、副队长、委员同工名单如下，请咱过目。第3，手政团伫
9月25日召开年会，选出2021年度团长苏荣凯、副团长江信官。告解消息，请咱家己过目。本周金句，我先读一遍，咱煞接读2遍。毋若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本色，是爱得到基督。腓立比书3章8节，做伙来读。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本色，是爱得到基督。腓立比书3章8节，搁一摆。毋若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本色，是爱得到基督。腓立比书3章8节，即时请弟长老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平安，请咱献开周报第9页。咱后礼拜，咱有要举行执事的选举，这是咱教会真重要的一个选举。咱真多谢咱的会友，伫咱大省咱长老的选举的时阵真顺利，佮真完全。无发生什么款的代志所以毋茫这内面我补充几项。9点，咱准时要来做礼拜，伫这礼拜到某一个所在会甲咱宣布，咱要开始来选举执事，含这长老的顺序有真相像的所在。第2点，这个名单本来我早这礼拜要报这个每一个候选人的顺序我听讲是因为这个连续中秋的放假，所以无完全做好势所以我有听讲，咱即马有20个，确定变做到19个，搁变做20个，搁变做19个。意思就是讲，有真侪人家己感觉讲我无啥适合，也是安那，我毋知。有的人感觉讲，我应该着爱继续。大概伫即个争执的中间，有真侪人无稳定来确定要做候选人安尼。毋茫后礼拜，咱伫介绍的中间真完整。来播出，中间我有听讲真侪人，因为是真少年，所以因拢无摕你的大头照，阮通甲你介绍，所以今仔日你若感觉讲你的大头照袂当摕来，袂要紧，来遮徛咧有人甲你翕，伊就摕去遐，就甲你做好势。所以拜托因为咱这回本来的执事有10个，新的有10个，大概是安尼大概是安尼。落尾听讲变做9个，所以拢总的候选人拢总19个。这个人最近听讲新的拢非常少年，这是咱东门教会
头拄仔牧师讲，咱是真老的教会，我感觉袂啊。真老无的确是建筑物的关系，也是咱看到有的人的关系。其实咱的执事，大家都是少年的。那安尼，咱是正做一个新搁有气力的教会。我感觉真好下礼拜一定甲真重要的这个介绍，甲大家介绍。希望大家拢会真做真乐意服侍的团队。这内面第2点、第3项的第2点，有讲到有6个区长，中间有方耀文长老伊讲要出外，所以咱换做平安里长老来负责。这个后壁爱搁加一个计票员，有一人。叫做陈庆玲，是咱的选举的中间的计票员。我真烦恼。第3点的第3小项，咱有拜托每一区有2个爱开票的时阵爱拍票，甲计票，才会拢青年人。我听讲后礼拜是双十国庆的连续放假日，听讲这是今年度最后一次的连续的放假日，有真侪公司无得来指派伊内面的人去做特别的代志，所以有真侪人甲我讲，无得较袂当来服侍。若是安尼，到时我无得较会拜托。咱的长老代替安尼吼，毋知安尼有适当啊无？我毋知影吼。拜托下面吼。最后一点的补充咱本来拢伫拜5会做一个训练会因为双十节有一个有一个结婚典礼要伫咱遮，伊拜5下远要到遮排演所以咱要改做训练会，伫10月初7拜3的夜暗7点半，望大家人来合作补充一几点，多谢各位。好，多谢店长老的补充报告。嘛，请咱大家继续为着咱后礼拜的选举来关心甲带导。会记哩，所以咱后礼拜2场礼拜要合并成做一场尔。所以咱会记哩这项事吼，搁一摆嘛，咱提醒，咱就继续为着这项事关心甲带导。好咱中间顶礼拜拜3，咱有办何武聪兄弟的告别礼拜，这是何耀坤长老的囡仔吼。所以今仔日何武聪兄弟的后生甲因的亲人有伫咱中间。咱嘛请因徛起来，大家说多谢一个，感谢咱教会对因的关心，嘛请咱继续踮伫祈祷中间，为着这个家庭来关心甲带导。好，请坐。好，以上这个报告就请咱做伙来吟煞尾边的诗歌，咱来吟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受上帝的祝福，愿享受人望的上帝
借着咱大家对耶稣基督的信充满平安甲欢喜，借着信心的气力，互咱得到满满的愿望，跑走头前的路站，直到因世代无煞。阿门。请咱互相请安，行平安礼。